家平安。今日天气非常好，真欢喜，甲大家做伙组织。伫个咱礼拜大升开始吼，今日足欢喜有足侪亲友做伙来献诗。咱请咱找3个人，甲伊讲上帝听你，我嘛听你，好无？3个人哦，吼。上帝听你，我嘛听你。爱3个哦，吼。啊，若会使刷叮当，咱起来刷叮当一下哈。非常喜乐，会使甲大家做伙组织来敬拜主。咱伫个咱礼拜开始的大升，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主比怜悯，搁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欢喜，阮欢喜组织，为着你的名，阮组织伫个你的圣殿，阮要来敬拜你，阮要你献上阮的心灵，甲有神色。愿主会当甲阮每一个人伫地。阮足欢喜，伫个礼拜时看到阮的好朋友，看到阮的兄弟姊妹，会当因为主来到你的面头前，恳求主会当引带今仔日的礼拜，自头到尾，伫个每一个所在，无论是坐地或者是徛地，阮拢会当用阮的专心来敬拜主你的名。愿主你的圣神亲身来去引阮，互阮会当伫个你的圣殿。享受着对天来遐个平静安稳，嘛对今仔日的讲台，阮领受着主你所要对阮讲的话。愿即个话成做阮生命的灯，阮路径的光。愿主继续引带阮，你的圣神只是充满伫个阮的圣殿。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会唱今仔日要唱的2首的诗歌，为着美丽地面，为着灿烂的星星。咱在座毋知有你已经生活伫地球悬顶超过52冬的无？举手。超过52冬啊，毋好举手啦啊，袂记咧，留下你的秘密啊。谁人讲即句话啊？谁人是52冬？因为我大概是小学4年的时，第一个去参加家庭礼拜。这首歌是我去参加家庭礼拜都我的人生第一首学的遐个圣诗，因为进前拢参加主日学嘛吼，拢无咧，拢毋是咧唱安尼的圣诗，拢咧唱儿童诗歌，吼，所以这首是我第一首学的，我大概小学四年时，吼，大概迄个时阵去，然后而且我怎倒啊会晓骑孔明车。吼，脚踏车，像咱印象遮尔深吼，因为骑孔明车第一开始参加家庭礼拜，因为迄鹿港家人原来暗时嘛足侪人的吼，啊我去甲人小可压着，就是我看到我要一直甲弄着啊，我袂晓立档啊安尼，无档啊袂晓立档啊，立袂掉，所以真紧跳来撮一个，吼，啊而且后来尾也发现即首诗歌嘛是阮妈妈。个人爱吟的一首诗歌吼，所以今仔日这首诗歌对我来讲有真大的意义啦。吼，咱做伙来唱即条，这是英国人一个诗人所做的吼，英国诗人所做的一首诗，伊要来学乐世界，学乐即个世界，学乐上帝创造遮尔啊水，吼，遮尔奇巧，遮尔奇妙。吼，边仔一个月亮，吼，有当圆的，有当弯的，吼，有边仔一个日头，啊，有当是光的，有当是安怎铺的，吼，有真济创造，带伫咱来学乐，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主爱，天白上。
赞，为着他是会经历，无论美丽虽无美，山水花无好光景，伫我痴情照感应，天白相，地愿这声，阿罗请予你尊名。第三节，为着你无的福气，为着心心的欢喜，使我无关通欣赏，有声有影伫阮中，天白相，地愿这声，阿罗请予你尊名。为着阮爱的家庭，也伫姊妹爸母前，你定地像好朋友，关心看顾甲温柔，天白相，地愿这声，阿罗请予你尊名。第五节，为着小子大有惠，白白相思愿你对，先是稳定甘日情，地就生活甲品性，天白相，地愿这声，阿罗请予你尊名。好，咱唱到这。你看伊的这首诗歌，学了天地吼，而且佫学了着咱的家庭，佫学了着上主互咱指大的恩惠吼，逐方面拢学了着吼，所以今仔日这首诗歌第19首，英国诗人所做的，伫19世纪应该是164年左右。我数字通常记咧无啥对，无一定正确，但是大概18多少年的时候。所做这首诗歌，期待这首诗歌，互咱真正无论达时得时不得时，当咱看到即个美好的创作，咱有好的家庭，咱有至少要过会当去的经济，咱拢会当来学乐主。好，过来咱来唱下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是619首，619首是非洲人。你较若唱，你就知吼，你这是非洲人的圣诗，非洲人的圣诗是当时咧经圣诗的时阵，其实这首圣诗，因为早前有真侪非洲的，因为非洲是久进前是白人统治黑人嘛，因的迄个伫即个高压的统治下底，有真侪的宣教师若要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时阵，拢会受到真侪阻挡。这首诗歌是有一届因伫咧听候，咱拢久袂当得到消息，会当顺利的参加国际会议的时阵，因毋是迄个时阵才唱的，因本来就有即首非洲的圣诗，是即个时阵大家想着要唱即首歌来振奋大家的心吼。来，咱来听抒琴，甲咱大一届，你听看卖是毋是有迄种？基本上敢若一句话尔，基本上敢若一句话尔，后来咱向前，咱请歹势，咱看卖咱的谱表内底，你会看有一个直直的，搁2点的遐迄就表示你唱到遐，伊后壁搁会写第1、第2，表示你唱到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即句咱向前，过来迄句唱一句2句了，咱向你还搁反复去头前，搁唱一摆，才会煞落
个第三谱表，咱向前，吼，遐吼，好来，咱开始预备，爱有非常调调的心情吼，来预备来，咱向前，行伫上帝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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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向前。好，这有一个三连音吼，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对，那个三个音要唱，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2拍左右哈。所以，声对，平均该分配哈，平均分配。好，来，咱唱一摆。因为是非洲的吼，所以咱可能较无习惯迄个 tempo， 预备来，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很好，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向前行伫上帝，很棒哦。对不起，等我一下，那个诗情拜托那个时候帮我弹4步可以吗？要不然他们会听不到前面的声音。好 ，OK， 来，搁一届，因为无咱会感觉遐奈明明破表都有歌谱歌词，咱拢无咧唱安尼吼，所以那个感觉怪怪。来，咱为头搁开始预备，前面唱得很好，3连音唱得很好，预备来，咱向前行伫上帝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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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在这里其实是第2谱表的2，有看到吧？哈，2迄个后边接了，咱就爱那个，接下来其实是一个alto 跟tenor bass 在唱的，所以soprano 有音吗？对，咱 soprano 爱到咱向前行才有唱啦，吼，到遐才有唱。吼所以头前遐有迄细字啊，迄有看到，迄咱免唱，吼，迄照讲是就是照谱表来唱是这样，好 ，OK， 我们再一次，预备来，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很好，给自己拍拍手哈，心里拍拍手就好，真的是很棒。来，我们最后再唱一次，希望我们慢慢越来越熟练之后，哪一天我们可以用这首歌，我那边国语腔。其他咱有一天会当用这首歌来跳舞，哈，来转教会来跳一个非洲舞，看是变做安怎哈。来，咱过来开始，预备，来，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向前行，伫上帝光。好，期待，不管你当时吼，到尾啊，咱有做伙耍吼，咱有做伙行伫上帝的光。好，咱今仔练习到这以上。
真好啊！感谢耶和华，唱歌学了你至悬的名。早起时保养你的慈爱，下昏时保养你的信息。着掠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予你。这时，请咱来吟圣诗，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天父上帝，阮这声何乐称呼你尊名？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只是用咱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请。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顶。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咱要启用的是启用文第56篇，就是约翰第一章。咱做伙来启用。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
道真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咱三甲阿头来祈祷。至关荣耀的上帝，愿荣光拢归伫你，愿你的名受万百姓来尊重。阮的喙着爱出声而乐，阮的心着爱欢喜感谢。阮知你是阮随时的帮赞，时时在看顾阮，但是阮信心无够，灵性软弱，常常将家己陷入忧闷的深渊中。当阮拄着困难，无人会当斗骹手；当阮迷路找无方向，感觉全世界拢已经放弃我的时，阮的心中会遥远问讲：我的帮赞是伫叨落？上帝啊，求你带领阮的心归向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主宰，你掌管万项事。阮的头毛，你有一支一支算数过。赤鸟啊，若无你的允准，是袂落去伫地上。你有讲保守阮的是无你对面的。阮爱夜目来看你的作为，请你帮助阮，坚固阮的信心无摇掣。一届一届学习我靠上帝来解决问题，一步一步来完成信心的功课。教会福音队甲南方教会兄弟做伙伫南方澳地区有真美好的服侍。阮感谢上主，教会有一群足甘心的青少年，伊愿意奉献才能、时间，透过行动来实践信仰上的教导。因已经将福音的种子压出去，祈求上主，互种子落土，不厌长大。阮也为山骹教会建堂事工来祈祷，祈求上主丰丰富富来供应因的需要。工程起造的过程中拢平安，也保守文娱传道夫妇伫教会事工也是家庭生活中，拢有上主满满的祝福。阮将这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36篇第5节到12节。伫咱的旧约圣经第605面，我来读第5节：耶和华，你的慈爱是伫天顶，你的信实是到伫穹苍，你的意亲像极悬的山，你的判断是亲像深渊。耶和华，你甲精生，你拢保护因。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世间人秘伫你实骨的 DNA， 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伫你遐。伫你的光，我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赐予心内正直的人，毋通用阮骄傲的人的脚突踏我，毋通用阮凶恶的人的手赶着我。伫遐做歹的人已经倒落去，因受车倒，袂会阁起来。以上，这是献诗，咱要请咱
庞大的亲友团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耶稣调我来行天路。有好听无？好，感谢咱的亲友团哦，咱看伊的迄个有小朋友，有到阿公阿嬷，咱感谢伊。我咧想讲，咱的献歌队可能要失业啊，无头路通做啊吼。好，会当做咱的献歌队的第二队啦，吼，咱搁一摆感谢因。好，即时讲到咱要请
山脚教会的黄文宇传道师来为咱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伫主的光中，伫主的光中。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吼，三档歌前，我坐伫咱教会礼拜堂，咱文山教会对伫我的生命有真重大的意义吼。因为迄天我坐咧咱礼拜堂的内面，我坐咧差不多是迄边冷气后壁冷气的位，坐咧遐足恬静的，结果有一个声甲我讲吼，伊一个意念甲我讲，爱做信仰的典范。我想讲，即马也无人是要做啥物人的信仰典范啊。结果我想着，我迄天爱验孕吼，真正我伫咱的教会发现阮囝。即个代志对我的生命有真大的改变。伫到呾我嘛是真受到即个代志的祝福，所以我来到伫教会头拄大下坐较济的时阵，阁想到即个代志，就感觉是一个真大的恩典。嘛真感谢大家，旧年吼有到伫阮山脚教会来做野外礼拜吼。其实伫咧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伫实习的教会，然后阁到牧会教会，阁会当有机会见面吼，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今仔日阁会当转来甲大家来分享我伫遐工作，嘛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吼。一期一会吼，无简单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语伫阮的中间，感谢你赏赐你的听伫阮的中间，伫阮的分享中，求你互讲的甲听的人同受利益。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逐日咧灵修了后，咱可能就会开始关心社会的代志，会看新闻。我较早咧做记者的时阵吼，总是互报社来要求讲新闻吼，你著是爱抢较紧的吼。所以，搁爱互真侪人来意爱读你所写的新闻。结果做团队了后，即个惯势吼一直无法度改吼，我著一直真注意家己工作的效率甲成果。有一摆吼，我的一个朋友，伊知影我即马咧做传教者吼，伊就传一个信息，甲我分享伊伫因教会内面小组发生的问题吼。我安尼甲伊来来去吼，15分钟了后，我想想，毋是细呢吼，今仔日要做的代志真济，我实在是无时间甲伊安尼来来回回传讯息吼。结果我就想到，阮朋友甲阮同学甲我介绍 ChatGPT 真好用啊，我就想讲好啊，无来试看觅。我怎啊甲阮朋友的问题吼，放入去 AI 内面，结果 AI 马上互我一个答案哦。即个答案佫回应了讲真有同情心用圣经的话佫有神学观点，我感觉真适合嘛，佫真有系统、真客观，我看了真满意。我怎啊甲即个 AI 的答案吼加落来打去互我的朋友，安尼。剪下贴上，无到5分钟的时间，我朋友甲我讲吼，真多谢你，我感觉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啦。当伊讲即句话时吼，我心内讲yes， 会当去做后一项代志啊。然后我就赶紧出来做一个祈祷了后，就去做后一项代志。虽然吼，我迄天完成的代志真济，毋过我心内感觉真糟，佮真空虚，佮真焦虑。所以我就坐落来静静来思考，讲即个 AI 互我的工作效率有真大的帮助，甚至佮比我家己做了佮较好吼，佮真紧，安尼就会当真紧来得到即个工作的成就感。毋过因为伤紧吼，所以就互我感觉迄款空虚，失去甲人真正性命交陪的机会，我感觉。迄个时间的服侍嘛，毋是带着迄款的疼，我只是想要足紧来完成所有的代志，除去我影响我工作效率的遐个麻烦。久长以来，咱台湾整个的社会工作的环境，拢用 KPI 来计算员工的绩效，这
对伫一间公司的管理是有真大的帮助。总是过头重视成果佮效率的结果，就会带来一寡负面的影响。我毋是咧讲 KPI 无好哦，我是讲有一寡负面的影响哦。亲像我过去咧警察局甲警察咧泡茶的时开讲吼，逐个拢亲像朋友安尼。结果有一届年底啊，警察就足自然吼讨论讲，哎哟那个中官即马吼，今年绩效吼已经有够啊吼，掠早起的绩效已经有够啊吼。即马有一寡人吼，佫会当所望来掠吼。你感觉是要留的今年？是咧今年甲掠起来，还是留咧明年初吼，咱再来掠？因为重视 KPI 啊，所以逐个就想讲，这无一定逐年拢有吼，还是逐时拢有，毋过真有压力啊。所以是要留，是要即马来掠，还是要明年才来掠？这就是 KPI 的影响。过头重视即款的效率，就会互人失去真实的品格，佮有失去迄款工作的热心，还是初心。对伫会当带来效果的策略的中间，会互人想要挖靠家己。对伫咱的基督徒来讲，会想要掌握所有的代志。咱过头重视成果的时阵，嘛会带来比较甲骄傲。所以这毋是讲 KPI 无好，是咱人会做，互遮个制度，还是遮个计算的好的即个方面的制度。互人会歹吼，伫遮个代志顶面咱显现出来。即款的歹，社会内面的凶恶，其实嘛影响着教会，甚至是牧者。伫教会咧思考逐项的事工的时，其实大家拢会想讲，敢有迄款的方法，为着福音的缘故，敢有迄款的工具吼，互人会当真紧着来领洗礼。要用带一款门徒训练的系统，才会当互信徒吼性命对安尼吼从歹吼变甲上好180度来改变反转，阁会当一世人遵行上帝话，无偏左无偏右。吼，遮个代志会互教会甚至是牧者伫无细利的中间，就袂记得其实咱所倚靠的是上帝，失去迄个起初的疼。甚至面对着咱的教会，面对着咱的牧者，咱拢是用要求的心态，互相要求讲，你是安那伫这教会事工顶面无用心，还是讲你是安无学别间教会的牧师，无学别间教会做这，你看因做了偌好。这互教会伫逐所在，毋是甲家己看落伤悬，就是甲家己看落伤低。嘛，因为安尼，当咱咧面对新佮有效果的一寡策略还是工具的时阵，咱着爱不断来省察、反省家己甲遮个罪恶、遮个歹的距离，以及咱甲上帝的关系。诗篇36篇的作者，伊观察到社会内面迄款的凶恶、遐个歹。遐个人因毋惊上帝，心中无上帝，是伫咧今仔日咱所读经文36篇第1节到第4节咱无读的所在，就是即个诗人伊看到遮个凶恶，然后看到遐个人对伫家己的罪来夸口，无好的品格甲行为，嘛无智慧，遮个人吼。遮个社会顶面遐凶恶的人、歹的人，因规工所想的代志，就是因遐个带着罪的计谋。代表伊观察到遮个代志的时，虽望遮个歹无直接来伤害伊，总是伫人性的顶面，总是伊看到遮个代志的时阵，伊心中却是想着上主的性质。这毋是代表讲伊无愿意来面对现实，乃是伫人性的顶面来对抗冷漠的文化，来对抗无听的世界，对抗人对伫权力的渴望。咱若读迄个圣经的时阵，咱会看到讲，伊对伫人的失望，向咧，就开始阿罗上帝。咱讲即个向，就是即个突然转向去面对上帝。代表伊大声用慈爱甲诚实，就是伫即个画面中间，伊看到3项代志。第一个就是伊看到即个社会歹；第二个伊转向上帝，伊就是来阿罗上帝。伊阿罗上帝的慈爱甲信实，来成做一个抵抗的基础。
伊用宇宙来形容上主的慈爱甲信实，表明上帝伊的本质超过人所会当掌握的。这毋若是一款娱乐尔，搁较是用上主的慈爱甲信实来对抗人的诡诈、有限甲不义。上主的慈爱甲信实会当成做信徒倚靠的力量。刷落来，代笔讲起着上主的公义甲判断，就亲像关山。这毋是一个真荒谬的形容，乃是指出人伫制度的下面迄款的不义，来对比上主对伫所有受造物的讨伐甲维护。诗人搁对个人的角度来谈论上帝的慈爱，是好亲像伫上主实骨的下面，会当得到保护。即款的保护，搁是伫上主的厝内面，是偌尔安全、偌尔富足，搁有永远的快乐。迄面救恩会当互人谦卑落来，搁会当用信心伫心中有一个确信。代表伊承认上主是生命的源头，而且伊来宣告，当人活伫上主启示的光的内面的时阵，才会当看见真正的光。即个光伫原文的意思内面，毋是只讲这是一个自然的光，是一个亮光。其实伊是咧显明上主的临在，上主的临在，上主的临在，启示、处事，阁有真理。也就是当人伫上主的光的内面的时阵，咱才会当明白光，咱才会当明白生命，理解世界。来分别啥物是善，啥物是歹。最后，代笔伊发现伊家己徛伫歹的人的歹，阁有上帝恩典的界限顶面，所以伊恳切来祈祷，需要伊所学到的迄个慈爱的上帝来临到，无互遐个歹来赢过伊、吞达伊。伊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去。上帝的慈爱的指引中，伊无受到威胁，无受到伤害，而且遮个歹已经互上帝来杀倒，无法度顾起来。这首诗真特别，伊毋是对苦难中间来讲家己已经得胜，伊嘛毋是伫迄个无看见的中间来讲来做迄款信心的宣告，毋是。伊是伫罪恶的环境中间，选择要转往相信上帝的性质，阁有上帝的同在，诚做抵抗不义的力量。最近有一个机会，就是因为教会要募款，就有一个康宁公司的代理董事长吼，伊甲我分享伊伫伊公司内面传福音的故事。伊讲13年前，伊就伫伊个公司内面要传福音，结果甲公司的运作甲管理有真大的冲突。当伊要求伊员工的绩效的时阵员工就会甲伊吐槽，讲你早倒回分享讲爱彼此相听，讲甲安尼喙甲全破，下晡咧，你搁来要求阮的这个绩效所以伊逐摆要骂人的进程伊拢提醒家己爱忍耐，爱吞忍爱有基督会听的款式。毋过伊逐工安尼吞忍嘛，毋是办法会心内会受伤对无？总袂当传福音互别人，结果家己失去迄款的福音。所以即个董事长伊就决定讲，伊要对即个根本的价值观来改变，伊要用圣经的价值观来经营伊的公司。伊甲上班的时间掠做是团契的时间，是大家做伙为着上帝来做工同时，阁诚做真实的集体，所以伊就选择讲好，我来放杀要求绩效的管理方式。这对伫一个公司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冒险毋过，这个董事长伊讲，当伊开始学习安尼做的时阵，伊发现伊家己无搁再是即间公司的主，上帝才是即间公司的主。伊伫即个过程中间，伊渐渐来学习讲要安怎倚靠上帝慈爱甲信实。我去拜访伊的迄天对入去伊的公司，行到伊的办公室，拢无感受到任何迄款工作的压力但是所有的员工拢真认真咧工作啊，阁充满热情，满面笑容。
我感受到迄款的气氛，就是好亲像今仔日圣经所讲的遮个，伫上帝事故的下面，伫上帝厝的下面内面，享受到迄款丰盛的宴席，搁啉着快乐的河水。即个董事长伫伊个公司内，伫伊个办公室内面，伊无看口伊家己公司的收入有偌济，运作了偌好，也是伊是分享讲，这13年来，伊个员工来到伊个公司，一个一个因的性命安怎改变，因的性命是安怎来拄着上帝，来信主的见证甲即个过程。伫迄个中间，就感觉哇，我本来是要去募款吼。结果叫变做是咧批零呢，叫伊激励讲啊对啊，一间公司伊本来是要营运要趁钱的所在，结果伊竟然选择即款的方式，用圣经的价值观，真正对伫伊的性命来相信上帝，来掌管伫伊的公司的事。伊无阁讲的是遐个伊真光彩的代志，伊讲的拢是上帝的代志，拢是讲人性命反转改变的代志。现在伊的公司搁咧建厂吼，毋过伊真特别，伊伫伊的公司内面搁起一间独立的礼拜堂。伊心中伊讲伊有一个企业教会的异象。较早无人安尼做过，所以嘛无啥物会当参考的对象吼。所以伊就讲，这就是简单爱倚靠上帝。伊期待家己就是活伫上帝的光的内面。伊期待伊公司所有的员工，无论是有信主无信主的人，拢活伫上帝的光的内面。我咧做记者的时阵吼，面对各行各业的人，看到即个社会逐样会歹，我发现我家己敢若咧重复。甲别人讲遮个歹的故事，我本来想讲遮个故事会当有迄款警示作用吼，互大家讲啊，这歹的大家莫做。结果敢若帮衬着遐个毒品犯，知影讲哦，最近即区警察抓了足严的，无来走去别个所在来爬，无因为安尼食毒的人变较少，无。所以就伫这逐工拢咧写遮个歹的代志的时阵。我就想讲，啊，写遮个故事，敢有啥物意义吗？社会敢会因为安尼来改变吗？安怎看？逐工去泡茶，拢是听一寡足夸张的故事，你绝对想象袂到的。就亲像有一个爸爸，伊带因囝吼5岁，啊，结果因为伊是毒品人口，啊，结果迄天警察跟监跟很久了吼，怎啊伊带因囝去迄个叫啥？杂货店去买一支冰吼，啊，怎啊当遐甲人毒品交易？结果警察冲出来吼，伊讲无啦，我身躯就是无毒啦，无互你抄。结果伊毋是讲我互你抄尔，伊怎啊规身躯拢烫了了，讲我安尼互你抄。结果毒藏在倒位？藏在伊的机车内面。咱无法度想象讲一个人伊会当做到即款程度，就是伊衫烫光光要互人看，互人检查，伊嘛无要离开即个代志。这个社会是遮尔啊黑暗无光的，所以就因为安尼，我咧想到底做啥物代志，对即个社会才真正有帮助。迄个光当时会当入来着咱的社会，我的性命到底爱投入伫啥物款的所在，才会当帮助即个社会来改变。直到有一天，我写一条点阅率无介好的新闻，条新闻叫做《牧师娘的眼泪》。迄个牧师娘，伊带一寡青少年，甲因带喺身躯边，甚至伊有去一个宿舍，就是专门来接待遮个囡仔的所在。因若是家暴的，啥物的，伊就是甲有一个所在会当安置过渡期安尼。即个牧师娘，因为伊所带的囡仔，竟然伫伊无注意的时阵吼，就是离开伊的机构了后，无注意的时阵自杀。伊感觉这是啥物代志啊？哪会发生伫安尼？我已经用遮侪时间咧陪伴即个囡仔，哪会阁有即款的代志？所以伊感觉到，其实遐个上过
上弱势的人，却是伫社会的资源内面无法度真正着去斗相共的人。所以伊就带着一群囡仔去徛喺街仔路，无声的来表达讲，儿少的人权在哪里？社会资源的分配，敢真正会当分配着重视遮个囡仔嘛？就因为即个牧师娘的目屎，听着伊的分享，我回想起来，就是迄我上惯习、上知影、上熟悉的教会，就是一个上会当帮助社会改变的所在。虽望伫教会内面所做的代志，咱检采有时嘛会感觉人生，甚至亲像即个牧师娘伊所拄着的，伊投入时间来陪伴，总是囡仔悠远来离开世间。毋过，牧师娘咧做遮个代志的时，却是无压力的。教会无因为讲，哦，你做好代志，你就无饭碗。甲警察的生活、甲老师的生活、甲社工的生活完全无共款。大家毋免着急讲啊，即当时咱会看到价值，咱会当伫即个中间豆豆来陪伴。我就想到教会可能就是帮助社会改变的一个后盾。即个世间嘛，干那教会做好代志，袂去互人讲啊，你着无头路啊！这是一个会当上互人期待的所在。所以我甲我的翁婿着做伙去读神学院，然后阮抽着阮理的山脚教会。即个教会因所面对的是真深刻的信仰的关系，因为阮的北边就是白沙屯，南边足近的拢10公里内会到的所在，南边就是大家的妈祖。即个信仰对伫遐的住民来讲，是一个因生活中真重要的代志。啊，较早吼，即两个所在的庙吼，无咧有交叉吼，至少有18冬的时间。结果自旧年开始吼，即两间庙开始办联谊，联谊的所在咧倒位？咧湾里吼，就是大概白沙屯往南一点，大家往北一点吼。就来到湾里来办这个联谊吼，然后天后趴，阮遐的迄个稻草叫做彩绘稻田，就开始拢做甲迄个天后有关系的物件吼，图样等等的。伫遐其实传福音无简单，即几十年来教会拢一直咧做就活伫同样，甚至伫一开始的时，就教会就有咧办幼儿园，伫阮里镇内面啊无幼稚园的时，教会就开始办幼稚园啊。教会伫儿少的关怀顶面做真侪工课，毋过阮遐就是一个社会结构人口会出去的所在。灵性的生命嘛是一个艺图，所以教会长久以来投入，其实看无到啥物福音的果子。总是教会的信徒甲同工，因从来毋捌因为看无即个福音的果效，就停止遮个传福音的工作。2021年，阮教会就是旧年大家去耀华礼拜迄间吼，迄间就是松枝纪念馆。迄间松枝纪念馆的一个主要的奉献者，伊讲即栋纪念馆吼，主要爱来回馈乡里。做传福音的用途。一开始我袂啥会当明白一个场地、一个场所，敢会当诚做一个传福音的用途。结果才发现讲，因为教会的即个空间真有限，轮椅囡仔的囡仔车椅吼，安尼直接塞入去吼，就真方便，拢毋免坐电梯嘛，毋免爬楼梯，所有的有障碍空间拢真好，然后。灯光吼，佮有迄个装潢，就互真侪人拢真喜意。所以开始阮第一档即个馆落成之后，就开始不断有人来甲阮借即个场所，譬如讲定公所啊、公益团体啊等等的。因为阮附近嘛无迄款活动中心吼，无迄款活动中心会当容纳遮侪人。啊本来即间起起来了后，阮是想讲，哦，即个所在会当就是服侍有教业的人。想袂到讲，其实教会因为
有漏水等等的问题，安全的考量，所以阮就期待讲，阮的礼拜堂原地重建，然后设计起来了后，双边就会当搁较水吼。我先互大家看后壁遮，双边起来就会当变成做是即个款式，就是教会会当有搁较侪间的教室来做搁较侪的运用，来帮助无共款的人。最近我有一个阮拄去的时，就想要接触甲帮助的囡仔，毋过因为伊就是就是高关怀囡仔，其实阮教会是目前无法度做。结果即马社会局吼，阁有学校已经就是开始关心伊啊。结果社会局来教会安尼看看，讲阮敢会当甲恁借一个咨商空间，因为迄个囡仔有需要咨商。竟然伫学校，伫阮附近2间学校2间幼稚园，阁有政工所伫阮对面的所在，无一个空间会当互即个囡仔咨商。人看到的是教会是一个咨商空间，所以就问讲，敢会当来借即个空间，长期来甲即个囡仔做辅导。较知影讲，哇，原来一个场所伫迄个所在，伫山骹的所在是偌尼啊特别的所在，是一个传福音的工具。毋是讲哦，阮爱讲足侪上帝，总是人，就是因为即个场所真水真好，人就要入来啊。就因为安尼，其实教会咧做的代志嘛，犹原搁咧做。阮的儿童周末营40档啊，到呾搁咧做，搁有这是夏令营，迄张是夏令营吼，真侪囡仔坐咧涂骹夏令营，而且阮开始来接触遮个家长。过来，阮因为看到讲，国中生，其实阮离去阮对面的国中吼，已经有4档啊咧做生命教育得胜者吼。然后阮今年搁甲一个新的课程，Love 好好学开来教会，就是要互5、6年级到国3的囡仔会当来遮学习，互因会当进入教会的场地。然后阮阁有开始一个0到3岁主日学，虽然我家己贡献2个吼，毋过吼，阮教会嘛真特别咯。阮这0到3岁主日学开1档，结果倍增，即摆有6个囡仔。虽然拢教会内面的，总是看到一个真愿望的代志，就是当阮的教会起来了后，即摆这0到3岁主日学是当阮牧师馆，因为无好的场所。所以，当教会起来了后，期待有一个场所是会当互0到6岁的囡仔来到教会的空间。阮社区有一寡人咧做，毋过迄就是烫手山芋吼，无人想要接一个真有需要的所在。毋过，即个年龄层会当透过教会来办即个主日学，因就会当入来。因为所有的公部门拢办1到5嘛吼，6日就是教会来做，安尼拄啊好吼。所以阮就真有一个期待，就是教会礼拜堂起来了后，阮就一个空间真好，会当来服侍遮囡仔。阮迄4块位啊吼，拢是隔代教养，所以真侪囡仔的发展拢真慢吼。因为阿公阿嬷拢讲，这袂使帮，迄毋通做吼。结果囡仔有时啊，就是发展拢较慢吼，讲话嘛较慢。阮安尼行出去，10个做早疗的囡仔，拢伫阮教会安尼。500公尺内行会到的所在，囡仔送出去的时候，就会看到，即个2个月，即个8个月，即个1岁吼，拢是阿公阿嬷咧带的。所以我就看到讲，即个市场真大吼，会当有真侪人来到教会，所以这个代志就真值得做嘛，真欢喜要来迎接吼。而且囡仔咧大足紧的吼，迄当阵啊讲，伫遮发现有怀孕了吼，然后即马囡仔已经要3岁啊。日子咧过真紧吼，等因着要做，就要4岁、5岁、6岁啊，过来因着要上国小啊。阮的教会有一个期待，就是阮教会会当服侍0岁到100岁的长辈。阮教会现在真正有一个100岁，阮就是希望讲，阮教会会当伫生命内面真实的陪伴，是对人的出世到人生老病死的时间内面，拢有即款的陪伴。伫即款的教会来工作，无法度来讲；伫迄款的所在嘛，无法度来讲。我随时马上要看到一个福音的结果。总是伫即个中间，阮会当偷偷看到上帝的光伫阮即个教会的附近，阮即个社区的光偷偷咧照入来。
阮阁有对伫吼，因为有一寡人，阮是真正无法度接触的，结果着真感谢主吼，阮教会开始阮的灵草班，灵笑草就是阮迄个所在的特色吼名产。然后阮就开一个免费的灵草班，结果逐礼拜拢有真侪婆婆妈妈吼，拢来做这个灵草吼。阮这人次应该开课到半冬，应该有100外个人次吼。啊，一礼拜固定来12个吼。啊，今仔日我有炸一寡义卖品，拢是迄灵草班的同学，无信耶稣，逐个想讲，要来教会要建堂，要来祈拜，逐个足认真做吼，就是做迄个灵草义卖品。今仔日吼有来带来互再来互大家来分享吼，就是大家会当斗学演者安尼吼。伫即个过程中间，阮甲社区有搁较侪的连结，我嘛知影讲，即个场所其实伊本身就会当诚做一个福音，就是即个所在会当诚做上帝所使用的所在，互阮的教会甲厝边头尾会当搁较有好的关系。神学家 David Trace 伊捌讲吼，宗教信仰上好的表现方式，就是诚做一个抵抗的力量。面对环境的歹，代表伊选择转向上帝。头拄我所分享的即位董事长，伊嘛选择转向上帝，去面伫上帝主爱是故下面，去对抗遐个歹。伫上帝公义甲信息中间，伊拢看起遐个歹，互上帝来杀倒，无法度搁起来。阮的教会上款有即款的期待，就是望上帝的光照入去阮山骹的地区，照入去阮里的所在。阮期待伫上帝主爱甲公义的信息中间，阮会当看到即个社会内面结构性迄款的歹、迄款的凶恶，互上帝来杀倒，无法度搁起来。伫即个充满效率甲歹、佮道德弱势的环境的中间，咱每一个人拢受呼召，诚做上帝主爱甲公义的选择。咱拢诚做选择上帝主爱甲公义的人，毋是靠着咱家己的光来照亮头前的道路，乃是对上帝的光来看见光。即个光毋是工具，毋是策略，毋是绩效，毋是答案，是用听、用真理、用恩典临在伫咱中间的主。愿咱拢伫上帝的指引下面来安息，伫上帝的厝得着饱足，啉快乐的河水。对伫上帝的光，咱会当看见光。咱做伙来看阮教会的一个影片。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这拢是社区的囡仔，无一个是教会的囡仔。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这是阮的主日学。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
去国中就上即个男的课安尼。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圣经放伫阮讲台下边。阮即间新的礼拜堂，比原本的礼拜堂搁较宽嘛，搁较长吼。本来礼拜堂差不多40-50平，即摆阮去90平的一个礼拜堂。啊，虽然敢若一层楼，毋过一层楼对伫阮遐的空间是就很友善吼，因为就是很方便安尼。缺2000万是
稍早一点的数字啦。即马大家真认真咧奉献，嘛有真侪上帝感动真侪人来奉献，所以阮即马差不多搁欠1800多，靠近1900的即个数字啊，这是文山教会算是我开始的第一个募款教会，刷落来，逐礼拜拢爱出去募款啊，吼，就是很特别吼。啊，今仔日阮有炸一寡义卖品，特别来甲大家分享，就是有福蜂胶吼，旁家的产品吼，就是从吃的到用的，从头到脚都有吼。啊，搁来就是餐盘，康宁的餐盘。那刚刚分享头拄分享的迄个董事长，就是这个康宁公司的董事长，因嘛有奉献。搁来就是阮教会自制的洗碗巾，啊，搁有遐盆栽啊吼，令草的手作品，拢是阮的社区的人所奉献的。就透过对食的、甲头壳用的吼，甲身躯顶面所有的用的嘛，愿上帝来祝福大家。咱会当做阵有份伫上帝国度的内面，互上帝的光遍照伫台湾逐角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疼是永远的久长，你的信实嘛是永远的久长。主，阮软者，阮面对世间的歹，面对阮家己的罪恶，阮有真侪的无奈。总是主，阮有一个期待，就是因为你的信息甲公义，互阮的性命有一个准则，有一个愿望，知影阮伫你的印地印的下面，阮会当看见你的光。伫你的光的内面，阮会当看见你的光。你的光是疼，是真理，是帮助阮会当搁较向前的一个开展。求主，你来感动阮，互阮有即个愿望，嘛有一个祈祷，就是你的光要遍照伫台湾逐角落的所在。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唱回应的诗，神圣诗第619首。咱往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往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往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往前行，咱往前行伫上帝的光。咱起立来吟全首，咱来唱2届。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好，报告，咱伫报告台先，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2遍，咱请。在伫你遐，伫你的光，我要看见光。诗篇36篇9节，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我要看见光。诗篇36篇第9节。好，咱做伙来看后礼拜的圣工的分担，伫咱的周报第3面。后礼拜第1个礼拜敬测圣乐啦吼，领唱谢叶红、苏丽、柯冠成、苏琴、杨新邦，献诗是圣歌队，书献是谢叶红甲张玉如，交代是谢叶红甲张林丁，音控是陈友丁甲柯成温，讲歌是李和团队。咱后礼拜3。查经基督会是太泽祷告会主理是柯牧师。咱后礼拜第1礼拜是你和团队要来主理经文是路加福音13章第10节到17节。题目是伫爱伫听里得着头棒。圣诗金句甲经文，请咱会当来准备。咱先开到后壁的第6面，咱来看消息的报告。今仔日礼拜咱新德中会山脚教会黄文宇传道师傅来咱教会请安正德为着山脚教会建堂来拨款请兄弟为着山脚教会来关心大德甲奉献。咱头文宇传道有讲吼，等下伫楼口有一寡义卖品，请大家来支持。这是嘛代表教会来向文宇传道来说多谢。好，第2太子大教会，咱头有讲吼，拜32点伫咱教会咧。2楼的礼拜堂咱要举行太泽祷告会。第3马拉团契生活营伫8月22到8月24，因要去台东有一个生活营，请咱关心大岛求主看顾营会期间出入拢平安，伫信仰中有成长。第4信仰的课程，咱伫8月23拜六下晡1点到2点要上课。第5儿童主日学的通知。新的一期快乐的回家课程的公布要伫8月24下花1礼拜结束后了后伫旧堂来进行，请同工来出席。对主日学有感动的会友嘛欢迎来参加。第6资讯组的通知，咱的音控的教育训练要伫8月31号下晡1点，伫咱的教会3楼来举行。有意愿的请伫1楼来填写报名。第7，咱伫第9页有刊登咱教会1月到7月的经商会甲牧师馆的收支的报表，请咱大家来过目。好，咱有新的朋友无？各位兄弟平安。咱今仔日有3位第1届来到中间，甲咱做伙3个礼拜吼。除了团队以外，阁有2位是山脚教会的会友，因是来动工，可能伫下底即摆咧卖物件的款吼，所以咱较早若都可以是当伊来拍招呼，因号做郭云霞、季云霞甲江月荣、江月荣吼，咱若月荣姐妹甲云霞姐妹，所以若是较早落去楼骹咧买物件，是会当因来请安甲问好。吼，阁有一位是咱的杨恩慈、杨文竹姊妹坐伫遮吼，平安。伊是双连教会会友吼，今仔日拄啊都合上，会拄啊好来伫到咱的中间，甲咱3个做伙礼拜。咱伫厝内底拢是一家人，期待咱会当确定有甲伊有真好的沟通吼，欢迎你。好，欢迎。这是咱来行平安礼，咱做伙来唱，咱拢是诚做一个人。
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女。咱犹原徛地来吟祝福诗歌新圣诗第399首，愿上帝大仁爱。因是煞请科牧师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应验你心内。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授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礼拜即是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